遮哦，安尼哦，我就放心啊啦。我伫阮后头厝听讲你离家出走，大拢足紧张的，我四个去找你呢。哼，你莫伫遐加好衰啊啦！你一定足希望我去死掉无？啊，安尼我就袂讲出咯，你伫酒内底下药的代志。你是安尼讲啥物？你敢知你讲这话叫徐兄听哩？伊心肝会偌艰苦。哈哈哈哈！我即马已经唔惊你头仔迄惊啦，因为哦，老师哦，啥物拢知啊啦。我来讲，我因为一时的糊涂，唔知做出这款代志，啊，其实是我嘛足后悔。如玉啊，你嘛是查某人呢，你应该会了解讲，咱做查某人上重要就是这个名节咯。啊，你若害秋勇真正去自尽死的时阵，你的良心敢会当过心哈？唉，阿爹，我因为想要爱白好，我惊伊会甲我放杀，一时的怨妒，所以唔知做出这么卑鄙的代志。因离的，你这人心肝内啦，想讲要安怎做，有啥物拍算？阿嬷永远拢支持你。老师，免考虑，免考虑，大休了。你上讲，我知我唔对。你不听人讲，伊也夫妻，意思有。我有敢绝对袂阁做唔对代志，你给我一个机会好无？拜托，上讲我拜托你。地公大叔面对生意，早就知影我面对这困难做决定。我无想要计较过去恩恩怨怨。以后，我希望咱大家当快快乐乐来过日子。如玉啊，你起来，阮大家拢已经原谅你啊。我希望你会当幸福，真正甲阮大家快快乐乐来过日子，好无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你。夫人，恁后生甲你带转来啊？阿娘，夫人，阿娘，夫人啊，你是走去头，你安尼这两天拢无看到，阿娘是偌烦恼偌操心，你伫外头有要紧无哈？阿娘，阿爹，足歹势啦，我害你烦恼，我嘛无应该哦，听煞老师甲秋香啦，啊，不过老师哦，伊唔若原谅我，而且佫考卷我哦，唔当做戆代志。若无我早就跪死去啊！当然吼，多谢你劝阮囝倒转来。这礼金我即时叫人准备互青勇去。太叔啊，报恩的方法百种啦吼，无一定爱用钱啦。啊，当然阮偏好啊，今嘛有一个心愿吼，希望太叔你会当甲成全。安尼，董公子对我家有这么大的恩情，我一定会成全伊甲秋香的婚事。你安尼看，你嘛知影，分明是串通好势。花花，我知用欺骗手段，这是不应该。要不我希望第时当甲秋香做伙，请你大量我对秋香一片痴情，请你成全我。哦，哼，恁董家人敢有这么啊痴情心？哎啊，好啊，那安尼讲袂煞啦。太叔，啊无请问一下吼，恁厝毋知是查甫人做主，还是查某人？我当然是一家之主啊！哦，啊，既然太叔会做主的，啊，你就答应啊。啊，恁某是搁咧烦啥啦？叫伊读啊。我是一家之主，也毋过我嘛袂用咧伤霸道啊，我嘛都爱尊重我的夫人，安尼毋才是正人君子。我想夫人今仔日遮尔无讲道理吼，一定是因为当初去互伊的老爱人就是撇好因老爸放散，所以今仔日规巴肚的怨恨才会发咧人后生身躯顶。啊，对不起，来你啦，叫伊都甲赶出去，出啦，我出去。夫人，请你原谅我，哎，大伙等落先讲气话啦。出去，出去！老师，等下来车啦。好啦，若讲我看着你，就对你无客气。你拍啊！你拍，你讲啊！我跟你讲哦，谁若对老师哦无礼哦，我就会死啊！去歹看，有听到？这个去啊，去啦！你家爹小叫了，啊，老师啊，
你免烦恼啦，阮两个兄弟啊吼，一定尽全力吼替你甲秋香求情啦。是啊，你嘛足歹呢。好啦好啦，代志若我了的吼，我会负责任啦，我会找机会去甲恁阿娘下失礼啦。求华好人吼，互你甲秋香有一个好的结果啦，安尼会使袂？唔免，花夫人，一定去甲秋香嫁互我，嘛毋是因为你甲发脾气啊。虽然讲真正原因我无清楚，但过吼，我一定用行动来证明我对秋香的爱。伊若是唔担当，我就好好的门口口，我唔走啦。啊，伊母啊，若永远唔答应呢，你要跪到偌久？跪到死啊！有听无？我就知哦，这个死人性啦，牛牵到倒就是牛啦。好啦好啦，恁还乖乖踮遮甲照顾啦，我紧转来甲因厝的人讲啦，吼。哈。什么？你讲东公主唔食唔啉，跪伫华府的门口？对啊，老实讲吼，阮阿娘若无答应要甲你嫁互伊吼，伊就算死都无爱起来啦。伊哪会当安尼糟蹋伊家己啦？我唔值得伊安尼做啊！秋香啊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啊！迄个吴如玉哦，已经承认下药我的代志啊，而且哦，搁伫东家所有人面头前哦，磕头会唔对啊！啊，即马东家哦，一切拢无去计较，嘛无去提起啊，所以你会使安安心心嫁予老师啊。对啊，阮阿爹吼嘛答应徛在咱这边呢，阮大家吼拢常常为着你甲老师的幸福咧拍拼。我即摆吼要来找阮阿爹甲阿娘理论啦，啊你若有闲吼，就去大门口甲老师鼓励一下啊。对啊，小弟啊，咱进来去。好，赶。上班啊！就算东公主无气压我，不过我已经毋是一个清白的人啊！我哪有面去见伊啦？当别好伊唔食唔啉，跪伫咱兜的门口口，迄是伊家己爱跪，回去跪嘛。伊想讲安尼，我就当将秋香嫁互伊。伊想要用这种可乐计，对我来讲是无效啦。阿娘，天地良心哦，即摆吼，阮两个兄弟啊绝对无串通老师要来骗阿爹甲阿娘啦。对啦，阿娘，你就莫遮尔啊坚持啊啦。人老师哦嘛是东一个解元呢，纪念的第一名呢。啊，伊拢遮尔啊牺牲啊，连面子拢无爱顾啊，啊，就看会出哦，伊对秋香哦是一片的痴情啊。我看伊偌痴情，我看伊我都跪偌久啊。夫人讲迄无毋对，当伯虎应该都该试一下，试看伊对秋香到底偌痴情。伊若是有才调，为中昼一直跪到日头落山，安尼我就相信讲，当伯虎对秋香是真心的。就算讲伊跪3天3暝，我嘛无可能将秋香嫁互伊。夫人啊，当伯虎是一个文弱书生呢。啊！你无食无困无啉，安尼要落跪3年3日，啊！你是要甲买命上？迄是伊家己欢喜跪的啊！哈，伊的生死甲我根本就无关系啊！阿娘，啊，恁两个安尼是咧创啥物啦？老师的生死哦，甲你无关系啦。啊，不过阮两个兄弟啊吼，是你怀胎10个月生出来亲生骨肉啦。阮两个生死哦，应该就和你有关系啊啦。你这两个囡仔，你敢用这来威胁我？哈？阿娘，阮唔敢威胁你啦，阮只是求你哦，会使成全老师甲秋香啦。你还佫假讲，当秋香已经决定讲要嫁互你啊！你现在都爱双手将秋香去嫁互伊当别好咧。我配袂起秋香啊！秋香甲老师哦，才是上适配的一对啦。你是真不中用咧！你是花花少爷，敢讲他说一个解元心？若是讲阿娘你无答应秋香嫁予老师，安尼阮两个兄弟就要互老师同款，规个只不爱食不爱啉，死都不爱起来啊！
不离不离，起来起来，先食一个饭。阿爹趁你阿娘困吼，才走出来。吼，恁阿娘吼，生个有够疼恁。伊知影讲，连你跪喺遮吼，啊心肝若是唔甘丢丢，啊住喺眠床顶安尼冰来冰去，偌久才困去呢？阿爹知影吼，免过偌久啦，恁阿娘绝对会点头答应。啊，真实的啊！起来起来，小弟啊，袂用的啦，为着老师甲徐勇的幸福吼，啊那艰苦咱都要坚持落去啊。对啦，阿爹，请你搭饭菜哦，搁捧转去啦。我甲阿兄已经决定哦，要对老师食苦啊。我这边无死，我都已经拢看破。我即摆不管你讲啥物，我拢无要搁再相信。一定是讲我以前对你无够好，害你受苦。我即摆就甲你赔罪。你莫搁拍啦！你好好接我你家己，来接我。你明明就已经知影，我已经不是清白的人啊！你安尼为我牺牲，无价值啦！我希望你能相信，我对你的爱是永远袂改变。就算我更较爱你，你嘛是无路用。咱两个是袂有结果的。夫人，你对我稳重如山，我袂当违背夫人的意思。我求你，你转去好无？这摆我一定要坚持到底，我一定要甲你带转去当地。你要有信心，咱的感情，夫人一定是会感动的啊！啊，若是夫人，一定不爱成全咱的。我烦恼你的身体会被砍一啊！假使真正若是安尼，我也无啥物话通讲，我绝对袂怪花夫人，也是任何一个人。我甲你要求天公伯啊！后世人都互咱做阿妈无？然后你若走，我就对你去。这世人，咱袂当做阿妈某。我希望以后的生生世世，我拢会当做你的母囝，陪伴伫你的身躯边。我乃遮尔糊涂，差点就拆散一个真心相爱苦命的鸳鸯。爹，哦，你也先去休困啦，唔免陪怨啊。阮个少年过会动，你先去休困。阿爹也无话啦啦，人咧讲吼，就阵都爱父子兵啊。今仔日阿爹吼挺到底啊，陪你俩坚持到底。好啊，恁这三个病仔囝，恁安尼串通好，安尼欺负我这个老的哦。好啦，看恁病仔囝这尔啊共心，连表情动作都拢共款，安尼啊吼，答应恁啦。哎，夫人，你就是要答应秋勇叫董彪吼？我
话讲出嘴啊，啊你唔相信？起来，我卡住吧，叫你倒去啦！我卡住吧。阿娘，你答应的代志袂咧反悔哦。阿娘已经有详细想过啊。我若是早听讲地公大师的话，将心内的怨恨甲伊放下，用我的慈悲手、宽容的心去对待人，嘛袂了遮尔啊济麻烦。我即摆已经想开啊。自从我决定讲要将秋香寄予东北好了后，我就有将来唔捌有迄款的清静甲快乐的心情呢。夫人，强你安尼除掉心中的阴霾。也感谢老爷，你安尼对我遮尔啊任性，有喊我多甲我宽容。哎呀，平平，啊，奈无伫咧遮，老板顶啊！啊，你毋是讲阮金孙会跪伫咧遮大门口的？哎呀，啊，倒明明跪伫遮，啊，当人嘞？系啊啦，咁好你受气咯，搞来遐掠去啊！啊！朱中啊，紧甲老门叫花夫人哦，放阮金孙的出来啦！紧别动啊，别动啊！阿妈，你出来啊！英妮，阿妈，英妮啊！看恁两个笑眯眯出来，敢真正好消息啦？花夫人哦，已经答应把秋香嫁给我啦。真是啊！是了，哎呦，这真正是天大的好消息啦！英妮啊！人咧讲哦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哎呦，阿妈足欢喜啦！英妮啊，呀，花夫人敢真是无要计较过去的代志啊？完全无要计较。啊，各位，啊，我甲骂这条咧，伊要安怎算？伊不但无怪你啊，佮真感谢你吼，甲代志讲出来啦。伊要请你啉烧酒呢。哈？啊，甲人骂叫有烧酒通啉哦，啊，早知嘛甲骂好死。老爷甲夫人已经伫咧大厅咧等你啦，请。今日别讲啊！出单。秋香啊，你叫安尼敢对？叫阿妈。阿妈，安尼才对，安尼才对。来，去坐你。太师、夫人，以前董家老对不住您的所在，请多多包涵。老人言重了，咱这要变成亲家啊，以后是一家人啊。好啊，你怎若是带阮秋香转去，你就要甲阮好好听，通知影。夫人，我甲秋香经过遮尔侪代志，我的感情会更加坚定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好好对待伊，袂互伊受到委屈。那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放心。啊，讲实在啦，这个媒人确实有够歹做，啊，当一声轻松啊啦，无甲啉了爽袂用的，对不？对，老师啊，要送大家来送啦吼，安尼算来算去哦，阮嘛是算小媒人啊。对啊，啊，你人阮两个话啉了爽啊！啊，对，唔通我啉到出代志咧。别啦。